大家好，又嚟到今週嘅市場熱話。今日咧都帶咗咧三個重點咧，同大家分享翻嘅。第一樣咧就係咧分享翻咧就係穆迪啦，下調翻個美國嘅信用評級嘅一啲影響啦。第二咧就係咧英國同埋歐盟咧都終於破冰啦，喺脫歐之後首次即係咧就係重置翻嗰個關係啦。最後嚟講咧，想同大家分享翻咧近排個 A 股啊，同埋一啲中資金融股嘅一啲走勢嘅。咁啊〜當然啦，而家嚟講，穆迪咧其實咧將呢個美國嘅呢個最高嘅信用評級咧就係下調咗啦，由呢個 AAA 嘅 grade 咧就係下調到 AA1 嘅 grade 啦。呢方面嚟講咧都計咗咧呢個惠譽啦同埋標普之後咧，其實穆迪咧最終嚟講咧都係咧俾唔到咧美國信用嘅最高嘅評級啦。咁不過咧，其實嚟講咧，呢個咧都算係一個相對滯後啲嘅數據㗎，因為咧穆迪咧喺2023年咧已經將美國嘅一個信用展望咧下調咗啦，所以咧今次下調翻個評級咧都係理所當然嘅。不過咧，其實咧要留意翻咧，就係咧，其實咧喺2025年咧都屬於咧呢個美國國債嘅一個到期再償還或者係再融資嘅一個高峰期啦。好似咧今年嚟講咧，其實咧都有接近咧就係9.2萬億嘅美國國債咧，其實需要咧再融資嘅。咁啊，尤其是咧下個月咧就係6月份咧，其實咧都有接近咧就係呢個6.5萬億嘅一個美國國債咧，其實咧預期咧都或者要再融資嘅。咁所以咧，如果短期嚟講咧，將美國國債個債息或者係上升得太過急嘅話，其實咧都不利翻咧呢一批國債嘅一個再融資啦。所以咧呢一刻嚟講咧，市場咧都存在呢個擔憂嘅。所以咧而家嚟講咧，美股咧其實咧近排嚟講咧個升勢都唔錯，隨時咧呢方面嘅消息咧都令到咧美股咧出現翻個回調整固嘅一個契機嚟嘅。咁啊，第二件事想同大家分享翻就係呢個英國同埋呢個歐盟咧，終於咧就係喺脫歐咧就係9年之後咧，大家咧嗰個關係咧就係有望咧就係恢復呢個正常啦。咁而家嚟講咧，其實咧英國同埋歐盟咧，終於咧就係簽訂咗個重置關係嘅協議啦。嚟緊咧就係同呢個歐盟27個國家咧嚟緊可能有唔同嘅一啲協議嘅簽訂啦。咁呢方面嚟講咧，首次嘅協議咧，其實喺呢個漁農啊、國防啊同埋能源呢三方面咧比較多嘅一個着墨啦。尤其是喺個漁農嗰方面咧，其實英國同埋歐盟咧嚟緊咧嗰個喺個唔同嘅一個水域嗰方面嘅捕魚咧，有嗰方面嘅容許咧，就係延長到去即係2038年。咁呢方面嚟講咧，當然咧就係有利於咧歐盟旗下嘅啲國家咧，喺英國嘅一啲水域咧做翻一啲捕魚嘅業務嘅。咁喺防衛嗰方面咧，其實相對嚟講咧，英國咧就係受惠多啲嘅，因為咧大家都知啊，而家歐盟咧咁唔同都會咧加大翻嗰個國防嘅開支啦。咁嚟緊咧呢方面咧，英國同埋歐盟咧喺個國防嗰方面咧有更加多嘅合作咧，其實咧都有利一啲咧英國嘅一啲國防企業啦，例如 BAE 系統啊、勞斯萊斯等等嘅一啲都涉獵一啲國防啊，或者係國防相關嘅一啲企業咧，其實咧都嚟緊咧可能會參與翻歐盟嗰方面嘅一啲國防合約啦。喺個能源嗰方面咧，其實英國同埋歐盟咧嚟緊咧都會咧喺個電力市場啊，同埋一啲新能源啊、碳交易嗰方面咧嚟緊咧都會有更加多嘅合作關係。所以咧整體嚟講咧，其實見到咧英國同歐盟破冰咧，其實咧都有利翻咧一啲國際嘅投資者咧，對於英國同埋歐盟咧嗰個市場嗰個睇法咧，都會相對嚟講咧就係有翻個提振嘅。尤其是呢一刻嚟講咧，其實美國咧對於歐盟咧其實嗰個關係咧都唔係話太過友善，再加上咧俄烏危機咧又潛在咧影響翻咧歐盟啦、英國等等嘅國家，所以咧而家嚟講咧，英國同埋歐盟再度破冰咧，其實咧嚟緊都可能見到咧歐盟嘅國家咧嚟緊可能咧嗰個團結咧都會咧加深翻嘅。咁最後咧，當然要提咧就係 A 股嘅市場同埋一啲中資金融股啦。近排嚟講咧，港股都受惠翻咧一啲 IPO 咧再度刺激啦，再加上就係而家嚟講咧一啲熱錢咧都流入翻嘅香港嘅。咁一向嚟講咧 A 股咧過去嚟講咧，其實近排咧都跑輸翻咧港股啦。咁不過咧，其實見到咧今個月咧，其實咧
央行咧都積極咧就係降息降準，好似咧上個禮拜之前嚟講咧嗰個5年期嘅 LPR 咧同埋1年期嘅 LPR 咧其實都下降咗，所以咧呢方面嚟講咧都有助咧增加翻咧呢個市場嗰方面嘅流動性嘅。咁啊當然啦，近排嚟講 A 股咧我望咧就係回勇啦。咁呢方面除咗帶跌翻啲券商股之外咧，其實 A 股回勇翻嘅話，其實對於一啲中資股、保險股嚟講咧都相對有利嘅。所以呢方面嚟講咧都有個追落後嘅空間存在嘅。好，今個禮拜嘅市場200分享咧就到呢一度啦。你申報翻咧每日持有咧上述提及嘅股票嘅。咁下集再見，拜拜。